大家好，我係鑽研針灸嘅李喬雲中醫師。咁就最近希望收集一啲關於針灸嘅疑問啦，然之後就以短片嘅形式拍一啲 Q&A 就同大家解答嘅。咁就今條影片就係想講呢：如果足底筋膜炎用針灸可以點樣治療？就望咗咩足底筋膜炎先，會見到呢，就除咗要處理足底筋膜之外啦，而小腿後踭筋腱過於繃緊嘅問題都要處理嘅。咁就我啱啱執業嘅時候，我會中意利用近三針入邊嘅足趾針同埋攞三針去治療足底筋膜炎。因為首先足趾針佢嗰個位置其實就喺足底，咁就直接去拮足底，咁當然可以有消炎啊、鎮痛啊、止痛效果啦。然之後就攞三針呢，因為太溪穴同埋昆崙穴啊，佢哋都喺呢個阿基里斯腱嘅兩旁。咁就有一個灰刺嘅效果，就可以放鬆到嗰個筋腱。然之後就解溪穴啦，亦都喺好多筋啊、韌帶嗰度嘅。咁就中醫講以筋治筋啊嘛，所以用解溪穴咧，亦都可以鬆解到啲筋嘅。咁但係而家慢慢我就唔中意用足趾針呢個方法啦，因為其實好多人本身對針灸已經係恐懼，然之後你要同佢講話拮腳板底。仲要唔止一針，所以其實好多人個心魔係過唔到。咁我而家會中意用一個遠端取穴嘅方法去代替。咁其實腳板底呢，就只有湧泉穴嘅啫。湧泉穴喺腎經嚟講屬木。如果一個患者呢，佢係啱啱起病啦，腳板底仲係紅腫熱痛啦，我哋中醫定義為實症嘅時候呢，咁我會中意射佢腎經嘅火穴鹽谷穴。因為實質射皮子，咁就如果已經係疼痛有一段時間啦，嗰種痛咧係隱隱作痛嘅話咧，咁我就會用腎經嘅水穴陰谷穴啦，就因為虛則補其母去處理嘅，咁就可以避免到直接係拮腳板底。咁就當然亦都可以用痰針啊、頭皮針啊、耳穴啊、磁針嘅治療方法去處理啦。咁就有時間，我會拍一條比較詳細啲嘅影片，會上載 YouTube，係用其他方法去點樣處理呢個病變嘅。咁就如果大家有興趣呢，就歡迎訂閱我呢個頻道。咁我亦都會繼續收集一啲關於針灸嘅疑難。咁就歡迎大家就 inbox 我，跟住我就會好似今條影片咁樣出條 Q&A 出嚟，睇下可唔可以幫大家解答啦。咁就多謝大家支持，拜拜。